呸！呵。看来你陪很多女孩解压过嘛？嘿嘿，也没有很多吧，也就几个吧。你给多少女生当过备胎啊？雷闪闪，博士，我看你人挺好的，怎么就没个女朋友呢？你管得着我吗？我干嘛非得有女朋友啊？你不会是不喜欢女生吧？不会是个 gay 或者是个双吧？要不然我把麦介绍给你。谢谢。哎，干嘛生气啊？开个玩笑都不行啊？这玩笑好笑吗？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解压方式。奉陪到底。你好，你需要什么？啊，我要